我係土木工程拓展署嘅高級土力工程師張嘉媛 Carrie， 現職土力工程處技術秘書。舊年嘅9月，香港發生咗破紀錄嘅暴雨，喺筲箕灣耀東村後方嘅天然山坡上面咧，就發生咗好大型嘅山泥傾瀉，冧咗超過3000立方米嘅泥石，佢嘅體積超過咗一個標準泳池嘅容量。耀興道嘅山泥傾瀉發生喺離地約100米嘅陡峭山坡上面，加上有唔少嘅大石同埋沙泥積聚，如果要派人手去現場視察，會相當危險。土力工程處出動咗無人機、4足式攀爬機械人、空載同埋手提激光掃描系統，去到收集天然山坡同埋山泥傾瀉現場嘅空間數據，再製作像真度極高嘅立體斜坡同埋區域性地形數碼模型，再去決定所需採取嘅應變行動，例如緊急斜坡工程。而家大部分工程已經完成啦，耀興道亦都全線重開。香港山好多，山泥傾瀉嘅風險永遠冇可能係0，我哋只能夠盡量減低佢所造成嘅影響。而我自己咧就去過山泥傾瀉嘅現場視察，為唔同嘅政府部門提供岩土方面嘅專業意見，又去過學校同埋社區教導市民斜坡安全嘅知識，呢方面嘅工作帶俾我好大嘅滿足感。